Sembele koperoros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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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a barana. Esofridiki na no sebrene talaya. Mantolia do barada gabala sandeale. Oh Ramana. Somebody pray in the Holy Ghost. Oh kapala katalana tela na toya. Let your living waters flood of me. Let your Holy Spirit overshadow me. As it was in the beginning, so let it be now. I am the city of God. Let your living waters flood of me. Let your Holy Spirit overshadow me. As it was in the beginning, so let it be now. Hey, I am the city of God. Eden is no more a place. I am the city of God. I bring heaven here and now. Hey. Eden is no more a place. I am the city of God. I bring heaven here and now. Somebody pray in the Holy Ghost. Pray in the Holy Ghost. Tarabalala. Something is about to burst forth from you. 大家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是尼希米记第1章，主题是以上帝为中心的行动，记载尼希米如何关心归回耶路撒冷的犹大人和他向神的祷告。在开始读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将今天所要读的经文交在主手中，求主开我们的心，能明白并领受你的话。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尼希米记这卷书。在希伯来正典中，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是一卷书的上下册，记载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在70年之后3次归回耶路撒冷。第一次是在主前538年，将近5万犹大人跟随他们的领袖所罗巴伯和耶书亚回归。第二次是在主前458年，大约1800名犹大人跟随文士以斯拉归回。这一次回归的一部分是利未人，为的是恢复以色列人的敬拜生活。第三次是主前445年，尼希米带着一批工匠回归。尼希米记记载的就是第3次的回归。尼希米记第1到第7章以第一人称记录尼希米的回忆录，叙述尼希米归回耶路撒冷，修造耶路撒冷城墙和在修造的过程中遇到的拦阻，以及尼希米和百姓如何靠主得胜，在52天之内就完成了城墙的修建。第8章到第13章3节转换到第3人称，记述尼希米和以斯拉的复兴计划，增加耶路撒冷的人口和洁净神的子民。第13章从第4节到整卷书的结束，转换成尼希米的口吻，总结他在耶路撒冷的改革。尼希米记中没有记载神直接的介入，但是从尼希米对神的信心、向神的祷告和他所经历神的保守中，我们看见神的作为。从尼希米的一系列改革中，
我们看到神对他子民的心意，爱神，遵守神的诫命，活出圣洁。从尼希米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位属灵的领袖如何在神面前谦卑祷告，行动起来，不畏艰难险阻，建造神的圣城和圣名，从而明白神对教会的心意，活出圣洁。以下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尼希米记第1章。以下的记载是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事迹。亚达薛西做波斯皇帝的第20年，基师流月，我尼希米住在波斯京城书山。我的兄弟哈拿尼跟一群人从犹大来到书山城，我向他们打听从流亡巴比伦归回的犹太同胞和耶路撒冷的情形。他们告诉我，那些从流亡归回的难民正遭遇大困难，受到凌辱。他们又告诉我，耶路撒冷的城墙破损，城门被烧毁。我听见这些事，就坐下，难过的流下泪来。我悲伤了好几天，没有吃东西。我向上帝祷告，说：上主，天上的上帝啊，你是至大可畏的，你向爱你并遵守你诫命的人信守你的约。上主啊，我日夜为你的仆人以色列人民呼求，请眷顾我，听我的祷告。我承认我们以色列人犯了罪，我的祖先和我都犯了罪。我们恶意反抗你，没有遵行你的诫命，没有守住你借你的仆人摩西颁布给我们的法律诫命。求你记得你曾经告诉过摩西，你们以色列人若对我不忠，我要把你们分散到别的国家。但你们若回转到我这里来，遵行我的命令，我会带你们回来。即使你们被流放到天涯海角，我也会带你们回到这块我选择作为敬拜我的地方。主啊，这些都是你的仆人，你自己的子民，是你曾用你的大能大力拯救过的人。求你垂听我的祷告，也垂听所有敬畏你的仆人的祷告。求你帮助我今天顺利成功，使皇上向我开恩。那段时期，我是皇上的司酒长。在古代，一个城市的城墙对于居住在里面的居民极其重要。城墙保护居住在其中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没有城墙，居民就暴露在敌人的偷窃、杀害、毁坏之下，百姓的日子就会是遭大难、受凌辱。耶稣说，他自己就是羊的门。约翰福音10章9到10节，我是门，那从我进来的必然安全，并且可以进进出出，也会找到草场。盗贼进来，无非要偷、要杀、要毁坏。我来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得生命，而且是丰丰富富的生命。我们的城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的道。尼希米听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消息后，极其伤痛。第4节说道：我听见这些事，就坐下，难过的流下泪来。我悲伤了好几天，没有吃东西。神在尼希米的心中放下对耶路撒冷的负担。当我们对一件事情有负担的时候，我们会关心、思念，与之同喜乐、同悲哀，为他禁食祷告。尼希米所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负担。听到耶路撒冷的消息，他没有抱怨神、抱怨人，也没有贸然采取行动，而是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
真实的情感带出真实的祷告。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一定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和呼求。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是一个谦卑的祷告。尼希米的谦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谦卑的代祷者认识他所祷告的对象。尼希米对神存着一颗敬畏的心。他说：上主，天上的上帝啊，你是至大可畏的。他知道神是天上的，远高过我们这些地上的人。然而，尼希米对神的认识却没有停留在敬畏。他也知道这位神是信实慈爱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谦卑的代祷者认识自己对神的完全倚靠。尼希米向神呼求，请眷顾我，听我的祷告。人心的骄傲让我们但凡自己有一点办法，都会依靠自己的办法。而事实是，依靠神会让我们事半功倍。神的办法好过我们的办法。就像神对所罗巴伯说的，不是靠武力，也不是靠才能，而是依靠我的灵才会成功。谦卑的代祷者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尼希米的祷告中为自己、父家和以色列百姓向神承认他们犯了罪，没有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罪会拦阻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因为罪被神所恨恶。然而，如果我们向上帝认罪，他是信实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犯的各种过错。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抓住神的应许，体贴神的心意。尼希米熟悉神的话语和应许。第8节和第9节的应许，是神在申命记中借着摩西的口向以色列人赐下的应许。申命记第28章15到68节中，神告诫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遵行神的话语，他们会得到的咒诅，其中就包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然而，在申命记30章3到4节中说道，他就怜悯你们，他要从放逐你们的地方领你们回来，使你们再享繁荣。即使你们流浪到天涯海角，上主你们的上帝也要把你们聚集在一起，带你们回来。尼希米的祷告中体贴神的心意，因为他知道神对他百姓的心意。虽然以色列百姓背逆神，犯罪离开神，但他们却仍是神的子民，是神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拯救的。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是一个具体的祷告。在最后，尼希米向神提出他的请求，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尼希米有可能已经萌生了离开王宫，回归耶路撒冷建造城墙的想法，但是这件事的成就需要王的恩典，所以尼希米向神提出一个具体的祷告方向，让他自己在王面前蒙恩。一个具体的祷告是可以衡量的，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向神求具体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不确定神是否会帮助我们。当我们将具体的祷告事项记录下来，定期回来查看，神是否成就了我们的祷告。当我们习惯数算神的恩典时，我们的信心就会越来越大。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哪些祷告是合神心意的祷告，好调整我们祷告的方向，向神开口求，但是把成就的主权交托在神的手中。神会按照对我们最好的，或者成就，或者不成就。
因为神对我们的爱甚至超过我们自己。今天我们的读经分享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日月星辰，整个宇宙都是你所造。然而，你却仍然眷顾我们，按照你慈爱的本性来爱我们。感谢你爱你的百姓。我们虽然屡次在你面前犯罪得罪了你，你仍然不放弃我们。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祷告，求主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每一个祷告都是合你心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ne more time. There's a river. Wherever you go from now on, let this river flow. You can turn wilderness to a fruitful field. The Bible says until the Spirit be poured upon us, then the wilderness shall become a fruitful field, and a fruitful field shall be counted as a forest. Our God anointed Jesus Christ of Nazareth with Holy Ghost and power, who goes about releasing this river. I said he went about releasing this river. Wherever he went, he was doing good and healing those who were oppressed of the devil. He has called you to every good work. Good works in governance, good works in education, good works in entertainment, good works in media. Saba, I bring heaven. Lift it up. Say, in this number of blessings, I am the city of God. My God, I bring heaven, heaven. Say it one more time. Yes, God. I bring heaven, heaven.